哎，瓜鸟怎么两只在一起啊？为什么有白白的那个是什么东西？瓜鸟两只在一起，难道有白白的？又不是在尾巴呢，是在头那边呢。你看，在头那边呢。原来不必用尾巴呢，用头也有呢。一般的动物都是交尾巴的，那瓜鸟怎么交头呢？因为它尾巴在那个贝壳里，在瓜鸟壳里面，所以你看，那哪一只公的，哪一只母的？那看不出来哪一只公的，哪一只母的。啊！